10年前咧，我做文化旅遊節目《細說名城》嘅時候咧，曾經有緣咧揸車經過呢度咧，係住過2晚。當時咧，我就留低非常之深刻嘅印象，因為呢個地方咧就叫做 Milton Keynes， 簡稱咧就 MK。我當時喺呢處咧係見到哇一片嘅湖光同埋天色，我就好喜歡，因為咧呢度有齊英格蘭啊我喜歡嘅幸福色彩密碼3種顏色，就由春天至到秋天咧，佢有藍色嘅天空、翠綠色嘅草地，同埋加埋呢一間咧農舍風格啊嘅酒店。嗱，呢個地方我當時咧都唔係唔熟悉嘅，因為我喺40年前咧讀大學啊，嗰間 Warwick 咧就喺呢度附近。嗱，佢有一個咧係非常之便利啊，嗰個特色就係咧喺呢處坐火車去倫敦咧，只係得35分鐘。同埋揸車咧去附近嘅牛津同埋劍橋咧，都喺2個鐘頭之內。另外去伯明翰咧就個零2個鐘頭。如果你再高啲上啲有啲朋友咧住喺曼徹斯特咧，就係2個幾鐘頭之內咧揸車到。咁喺英國嚟講咧，揸車喺2個鐘頭之間咧係好舒服嘅駕駛經驗，因為尤其係呢度 MK 啊，佢係英女王咧生前啊最後一個頒發啊。係城市地位啊，係一個地方係嘛？英女王嚟過，佢咧都非常之中意呢度嘅環境係嘛？佢呢度嘅公路啊、道路咧係非常之咧設計得咧係為城市咧係而着想嘅就係一個咧既有傳統嘅鄉村特色，亦都有城市佈局嘅地方。所以喺呢度咧係有齊晒所有令人流連忘返嘅秘密武器。香港嘅旺角咧，以前有4大名探、4大社團，係一片咧繁囂血腥嘅江湖。而英國嘅 MK 咧就有4大名戶，而且衣食住行咧都喺湖光天色裏邊咧係一片寧靜，回歸自然，一啲繁囂嘅感覺都冇嘅。同英國好多古老嘅城市唔同，由於 MK Milton Keynes 咧係40幾年前開始規劃而建造嘅衛星城市，所以咧就吸收咗北美洲、加拿大、美國城市嗰種咧現代嘅規劃，包括咧將嗰啲街道係畫到咧係四四方方，而且咧特別少交通燈，因為咧適應現代文明，就俾一啲咧係好有教養嘅中產咧喺呢度居住。因為咧交通燈係一種束縛，但係呢度咧好多嘅路口咧都係用圓環 roundabout 咧係嚟到取代，係唔需要咧係交通燈去指示。喺呢度咧，由於生活咧悠閒，每一個人嘅心情咧都唔會惡劣，所以咧喺呢啲格仔型嘅城市規範嘅十字路口或者 roundabout 咧，就大家咧揸車都會禮讓。咁樣咧係善於咧係土地分配咧係發揮到最好，建築佈局咧亦都係最和諧，街道嘅規則咧係有助於車流種種嘅導引。比起好耐以前我喺英國讀書嘅時候咧，就英國就變咗好多啦。主要咧就係喺大城市，尤其係倫敦就更加全球化啦。但係英國最珍貴嘅地方，佢有更多咧係冇變到，係例如係離開倫敦北邊呢個咧咁近嘅地方。就係咧，佢兼有大自然嗰個悠閒，同埋咧城市現代化嘅便利。就係呢度每一間屋咧裏邊都已經係人工智能啊，但係咧出到嚟仍然有嗰種維多利亞時代100幾200年前嗰種不變嘅悠閒，同埋咧自然嘅風光。嗱，呢一樣咧，我覺得就係喺香港同埋其他嘅大城市居住咧係得唔到嘅兩邊嘅好處。住喺英國咧，最珍貴嘅就係喺忙碌嘅生活裏邊咧，有一份悠閒；喺悠閒嘅日子裏邊咧，又有一份忙碌。因為英國咧係一個雙重性格嘅國家，例如佢表面係好斯文係好紳士講嘢咧就模棱兩可但係佢哋內心咧係有一條好明確嘅底線同埋原則嘅。譬如話呢啲鄉下嘅城鎮咧，周圍除咗有教堂，仲一定有1、2間咧幾低調，但係咧歷史悠久，亦都好出名嘅寄宿學校。喺嗰度細路仔讀書咧，其實嗰個課業咧係好繁忙，但係佢哋上堂嗰個心情同埋教學嘅方法咧就好遊戲，就同咧大自然咧係融為一體。呢個咧就係同500年前嗰個文藝復興嗰個精神咧係好有關係。
因為嗰陣時係由宗教神聖嗰度咧係解放咗出嚟，人咧係要回歸自然，將人嗰個價值咧就同天地咧係融為一體。